大看针对高雄捷运轻铁的台语发音，经过民间的争取，高雄捷运公司总算是答应讲会来改做全台语、全客语的版本。今仔是世界母语日，早起母语团体嘛开记者会，肯定高雄捷运愿意尊重语言平权的精神。伊嘛要求政府将对大众运输的站名佮地名发音全面来清查改进。轻铁，敢有这困难？轻铁，接讲就免操烦。这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母语团体为轻铁纵观，互大家了解未晓讲的台语词接讲就听有。最近高雄捷运因为轻铁这2字的报音用华语称过，引起侪讨论。经过民间的争取，捷运公司总算答应要用台语客语的版本。不过，也有侪大众沟通的报音，定会甲站名讲唔对。母语团体要求应该爱全面清查改正。应该拢爱去清查有关大众交通工具运输的广播放送这方面名词对台语来讲，就是咱的台语的主体性，就是所有的路名站名应该爱以台语名词名称来报送而且爱在地化。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普查，就会发现，愈少年的讲华语的比例就愈高，14岁以下讲华语的占超过90%，语言的都用性愈来愈低。民间团体嘛提出语言初地概念，认为各级政府伫咧公共场所愈应该爱有语言复振的观念，嘛通互母语家庭有教囡仔新语词的机会。迄个母语的消息，敢若野生动物的灭绝共款，就是伊的初地、起地伊生存的初地，面是破碎。破碎甲劣化，那是政府会当照顾到所有会当用台语过生活这个族群，咱就会当甲囡仔讲，其实一个语言会当对这个时代行，会当吸收新的物件入来，用台语做表达。母语团体表示，面对较新的外来词，也是大家较青分的台语词，中央和地方都爱担起推广和教育的责任。因要求政府对民众逐工拢会使用的大众运输开始做，互各地的站名、地名拢用尊重母语族群和在地人的讲法发音，莫因为嫌麻烦就唔愿意进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